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阁请解说2句仔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行对阮庄恁的妈祖庙过，结果拄啊妈祖生日闹热，落啊鼓仔咧吵，我探头甲看，搬布袋戏啦，台顶咧搬水火盥，当咧搬武上杀手，武上即身红仔手举刀，西门庆甲潘金莲两个跪咧涂骹，武上讲恁两个做即个未见孝代，赤身裸体，互我掠干在床。赤身裸体，台语的成语4字哦。两字对比，简单讲就是无穿衫啦，赤身嘛是无穿衫，裸体嘛是无穿衫。我才去想到，我想着讲对啦，2月初2咱庄个原来共款请这班布袋戏班，顶回最好段咧搬武上拍好尔。咱1个月按第6集接落来第7集，无毋对，国情绝对无全的。咱目前外台布袋戏就是安尼生，你要看1集爱咱到后回个新明星才有通看。总讲啦。武上毋是干那西门庆抬尔，连年阿嫂都要抬，因为这些人仔举出来讲口碑，讲1不作2不休3不作结完成，斩草就爱长筋，斩草长筋，原来台语的成语呢，斩甲长拢是同词。头拄仔咱咧讲赤身裸体，两字意思拢相像，互相排做伙尔。毋过斩草长筋，解说到因果牵连后，先斩草，目的就是为着要长筋。武上即马连因阿嫂都要抬，潘金莲这身红仔都跪落去都哀求啊！你也知影讲过去四句人本来就咧念，讲15月中一张图，武强杀嫂手举刀，仙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行差啥人无？结果潘金莲甲讲好甲讲歹，武上拢无咧甲饲忖，无咧甲陷害，干那甲因阿嫂讲你若唔走，我要抬后，敢有可能武上安尼讲？人现代布袋戏都安尼开骗你，因为我无要谈这甲你挑花扯秀，这原来台语的成语，挑花甲扯秀，挑甲扯拢是同词，本来字本的意思就是讲绣花，扯一领碰西衫，挑花扯秀。毋过另外一个引用解说用途就是讲无要谈这甲你拖沙，结果后壁面真正开始八股甜就赶无啊，方立祥快板的就演奏啊，因两身红仔呢一个走一个录，毋只会精彩，所以武上甲因的嫂讲你若唔走，我要抬哦。台湾的布袋戏艺术，台语的成语更加艺术，值得咱研究。